用这个猪肉来改造成羊肉，引起着消费者的惊狂，尤其是无食猪肉的花狗毒，恐惊会害人破功。讲挂羊头卖猪肉，过去嘛捌发生过。不少的业者摕色水较红的脆皮肉，甲脆羊肉来掺染，做成假羊肉，互人看袂出真假。也毋过，咱的记者实地到肉店去行一抓，卖肉的头家讲，这个猪甲羊体积差真侪，纹路嘛无相共，这个食就会当食出着无共款的所在。就算是火锅肉片，嘛会当为外观的色水、肉质甲肉味来看出着羊肉甲猪肉无共款的所在。香港的火锅内底是煮啥物肉？一般人可能是无遮尔清楚。想要到竟然有搬商后来加苹果，摕猪肉当作是原价羊肉来卖。有一寡业者经用脆皮肉，就是因为伊的色质较深，掺羊肉较受伤。记者是一个问专门卖羊肉店家，业者讲其实味就是关键。那猪肉是那个叫很味。为外观来看，其实嘛看得出来，猪肉色水较白，羊肉色质较红。猪肉肉质较 Q， 羊肉口感较油。炸过了后色水，猪肉是白朴色，羊肉是暗朴色。拢会当伫食入去进前，就看得出来。只是猪肉人掺羊肉流入市面当做卖，虔诚的穆斯林回教徒就较辛苦。因为若是用烹料生过，比如讲用沙地酱等等较重口味的酱料将味甲砍过，真正就真歹发觉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